有幾耐冇見過凌晨嘅太陽？係咪仲喺度為房貸、加班、壓迫嘅朝九晚五嘅鬧鐘？生活需要嘅係為食就為食啦，喺度扮晒文藝。你根本唔知道廣東人對食材嘅變態嘅極高要求。而家係凌晨4點幾，我哋即刻出發肇慶嘅顯江，尋找最新鮮嘅牛肉。Let's go， 出發！OK， 到咗目的地，而家5點幾，已經有牛肉檔開檔啦，即刻去感受一下。Let's go！ 啱湯啊？幾時湯啊？啱湯幾隻啦？老細做咗幾年牛肉啊？做咗10幾年，即係凌晨2點湯到今日下晝，等陣間又湯。即係日日都要2點幾啊開檔啦。係啊，你自己開檔㗎？冇，我自己揾嚟食嘅啫。這個牛百葉新鮮，又靚，我又靚，可唔可以要呢一段啊？你都幾識嘢喎，仲話唔係開檔？真係唔係開檔嘅，我自己中意拍嘢食啫嘛。最好嘅一嚿，最好食係呢度到呢度。一般劏一隻牛要幾耐？你哋開一隻牛1個鐘，基本3、4隻牛都賣得晒，日日都賣晒。應該都好做喎啲牛肉，係嘛？依家牛貴唔好做，牛肉貴咗啊？舊年就好做，連依家我日日都蝕本㗎。有乜可能啊？劏3、4隻牛，一日蝕幾千蚊？總之係蝕本都要做。9號嗰日蝕咧2190，4月4號劏3隻嘅日蝕1800幾。老細，今年啲牛肉有冇漲價啊？啲牛價？好啊，我批好平嘅。好，慢慢嚇，慢慢。肉我哋已經買好啦，而家揾個地方慢慢嘆佢。你睇下呢個就係我哋凌晨攞翻嚟嘅牛肉，咁靚嘅牛肉，一定要用個清水打邊爐，慢慢浸佢，慢慢嘆佢啦喂。好，有得食，再配翻啲靈魂薑葱豉油。好食到唔識用語言去表達。呢個咁靚嘅牛肉唔在乎於佢嘅價格同埋質量，而係365日不妥協嘅堅持。凌晨4點嘅江係普通人俾生活嘅印記。有人用凌晨4點換一啖新鮮，有人用一世去換一座城。